各位師兄師姐，大家好，我係呢388，歡迎嚟到 Hi-Fi 發燒台聽我吹水啊！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哋呢，都知我哋無論平嘅喇叭、貴嘅喇叭都有試唔少啊！有時咧真係英雄見慣亦平常啊！但係今次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款喇叭咧，當我打開箱嗰時咧，真係碌大對眼啊！咁邊款喇叭咁厲害呢？咪就係個樣咧大膽前衛到咧，好似外星人咁樣。不過咧完全有聲學根據嘅 Vivid Audio Gaia G3 CU 嘅坐地喇叭。咁今次同大家介紹咧就係佢哋最新推出個第3代啊。咁啊未入正題之前咧，如果大家睇到嚟呢度咧都仲未訂閱 Hi-Fi 發燒台咧，就快啲撳着隔離嗰個訂閱掣啦。咁有你呢班師兄師姐收睇同埋支持咧，我哋啲小眾頻道咧先可以繼續咧揾多啲唔同嘅產品咧翻嚟同大家分享。好啦，事不宜遲，去片。講翻呢對 G3 CU 喇叭，咁啊首先咧一定要講下個樣啊。Vivid Audio 嘅靈魂人物 Lawrence Sticky 先生咧，我就叫佢做 Stick 哥啊。咁啊當年咧因為佢幫呢個 B&W 設計呢個鸚鵡螺喇叭，一戰成名啊。咁啊自從咧佢創立呢個 Vivid Audio 之後咧，佢設計嘅喇叭嘅邏輯咧，從來都唔係一個死板嘅工業風啊，而係呢一件件咧可以放入呢個博物館嘅藝術品啊。咁呢對 G3 CU 咧都唔例外啊。大家都知啦 ，Vivid Audio 嘅 G1 同埋 G2咧，雖然厲害啊，但係老實講，唔係咧個個屋企咧都有幾百尺嘅地方咧可以用嚟聽歌。咁啊，的哥咧當然都知道呢一點啦。咁明白咧，我哋呢個寸金尺土嘅發燒友咧，所以推出呢個 G3啊。咁新一代嘅 G3 CU 咧，保持呢個 Gaia 嘅淚滴型嘅外表，仲有咧頭頂最招牌嘅異形造型啊。咁啊最正咧就係佢身高咧即係1.1米啊。咁啊體型咧非常精巧啊，所以有百零尺嘅客廳咧都放得落啊。完全咧唔會好似呢個大佬 G1 嗰種咧威武嘅壓迫感啊。咁同埋咧，我覺得 G3 咧真係有少少可愛嘅感覺啊。呢款 G3 CU 咧，睇佢嘅聲箱咧，好似同上代差唔多啊。咁其實佢聲箱嘅製作嘅過程咧，都進一步提升啊。咁啊，用咗呢個真空灌注嘅強化玻璃纖維、碳纖維同埋一個輕質木咧，去夾層複合嘅材料做出嚟噶。咁啊，聽落好似好複雜咁樣。咁啊，用翻人話講啦，就係個聲箱硬度咧，比舊款更加硬，更加好嘅抗震，但係重量咧反而輕咗啊。同埋外觀嘅噴塗咧，比上一代咧明顯更加靚啊。層漆咧厚度咧好似個水晶咁樣啊，咁啊打磨到滑嘟嘟，咁望落去咧好有立體感啊。咁啊除咗幾種標準色咧，仲可以咧同廠方咧特別訂製特別色噶，好似今次呢對香檳金咧，真係好似一件咧雕塑嘅藝術品啊！擺喺屋企咧，成個客廳咧個品味咧都即時提升啊！當然，除咗聲箱之外，發燒咧都應該好想知咧新款嘅 G3 CU 咧同舊款 G3 咧究竟其他地方有啲咩分別啊？咁係咪咧換過個名嚟呃錢咧？咁啊大家放心，的哥咧唔會做埋啲咁嘅衰嘢。咁啊今次新款咧係喺外觀上高咧有3樣咧最大嘅分別，咁啊大家咧一定認得出嘅。首先每個單元咧有呢個獨立嘅防塵罩啊。咁啊舊款咧就用一整大塊嘅網罩，一次過咧就遮住前面3個單元啊。咁同埋咧好容易刮花對喇叭。咁新款呢一對咧就改成咧同廠呢個旗艦摩亞 M1 嗰種咧一個單元一個獨立嘅防塵網。咁我覺得睇落去咧更加靚仔啊！另一樣，上一代嘅 G3咧，因為箱身嘅高度縮短咗啊，咁啊中高音後邊嘅導管咧有一部分咧突咗出嚟嘅，但係全新嘅 G3 CU 咧係全新設計咗裏邊嘅結構啊，咁啊將呢個錐形導管咧完美整合成咧雙體結構裏邊嘅一部分啊，所以一個圓圈位咧就見唔到一支支咧伸晒出嚟嘅導管啊，咁啊成對喇叭線條咧變得更加乾淨利落，更加似頂級嘅 G2、G1 嘅縮細版啊！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對於用家好緊要嘅，就係喇叭嘅接線處咧，由於個喇叭底咧改成喺個喇叭背後啊，咁唔使次次換喇叭線咧都要揾人幫手啊。咁同埋敗歪設計，焦插同埋叉插咧都冇問題嘅。至於單元嘅改進咧，就同今次咧 G3 CU 嘅 CU 好大關係啊！咁而 CU 咧就係指 copper 銅嘅意思啊！咁啊將原本咧用喺廠方旗艦摩牙 M1 嘅銅質冇蓋技術咧，全面下放到呢個 G3 CU 嘅中音同埋呢個中低音單元嘅磁力系統入邊啊！咁啊加咗呢個銅套之後咧，可以大幅降低呢個單元運作嗰陣時嘅反電動勢啊！咁啊將2次諧波同埋3次諧波都降低啊！咁而3次諧波嘅失真咧更加狂減20個 dB 啊！咁呢個升級咧直接反映咗呢個中頻嘅清晰度，成個人聲樂器嘅底噪同埋音染都少咗啊！咁啊連帶呢個低頻嘅反應速度啊，同埋呢個解釋力咧都提升咗啊！當然今次技術上嘅升級唔止咁少，不過咧唔想好似將個 spec 咧逐樣讀出嚟咁悶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都可以問下代理啊。咁我反而咧想快啲講下咧，大家最關心呢對喇叭點樣玩，同埋啲聲音嘅表現啊！咁呢個 G3 CU 咧係一對4路5單元低音反射式設計嘅坐地喇叭。咁啊當然啦，有經驗嘅玩家咧最擔心咧就係佢嘅 Sci-Fi 嘅低音啊！咁喺呢個試音期間咧，我有一個小插曲啊。因為咧就用咗呢個針把接駁咧，咁有一次咧其中一邊嘅針把咧就鬆咗啊，所以一邊喇叭最下邊2隻低音單元咧就完全冇聲啊。不過當時咧我只係覺得咧低頻嘅份量感少咗，但係唔覺得咧一邊喇叭冇咗個低音啊。咁啊經過今次咧我就知道咧呢4隻 Sci-Fi 咧只係負責咧無方向性嘅低頻部分啊，所以大家擺喇叭嗰陣時咧就當平時咧前邊喇叭發聲一樣咁樣擺，咁唔使特別擔心咧呢幾個 Sci-Fi 嘅低音嘅影響啊。好啦，講咗咁多，究竟開聲嘅表現會係點咧？咁啊首先啊，佢嘅超強隱形能力咧，我一早咧都有晒心理準備㗎啦。不過咧都令我有驚喜啊！佢嘅喇叭隱形能力咧真係強烈到離晒譜啊！仲有呢個3D 舞台嘅包圍感都好強啊！啲聲咧甩晒聲，聽啲大編制嘅交響樂或者個現場錄音咧，成個樂團咧好似咧就喺你面前高一啲嘅地方咧一字排開咁樣，咁啊前後左右嘅音場深厚啊，廣闊得咧令人有啲毛管動啊！咁同埋咧唔單止話撐得深撐得闊啊，嗰個聲音包圍感咧都好似咧將你整個人咧帶到去呢個音樂廳最靚嘅黃金位上高咁樣啊！再聽個人聲咧，唔知係咪心理作用啊？加咗個 copper cap 咧，之後嘅中頻咧真係好厲害啊！聽個女聲咧，唔單止保持好高嘅清晰度，而且添加幾分嘅厚度同埋潤澤感啊！咁一種咧充滿密度、好高真實、有肉感嘅活生感啊！咁啊歌手嘅口型咧聚焦得好出色啊！咁好似咧之前咧用呢對喇叭咧搞咗個試聽會啊！咁啊坐喺皇帝位嗰位發燒友咧，佢都話咧聽到個人頭咧喺度擺動嘅動作啊！咁啊成個畫面咧交代得一清二楚啊！咁佢唔會咧故意咧加甜嚟討好你，但係就俾你一種咧好高貴、好有傳真度嘅真實感啊！
高頻方面咧，雖然佢冇用到呢個鑽石高音啊，但係配合佢單元背後嘅漸細導管技術咧，出嚟嘅聲音嘅純潔度咧，真係好似呢個瑞士雪山礦泉水咁樣啊，係好有清純嘅感覺，亦都好有穿透力㗎。咁啊，播放呢個小提琴拉奏咧，用力嗰啲時間咧，嗰個聲音係非常有力量、有光澤，但係一啲都唔會吉耳㗎。咁啊，慢板嗰陣時咧，亦都展現出咧極具貴氣嘅通透感啊！至於低頻嘅表現咧，雖然唔係咩大口徑嘅低音單元啊，不過咧完全唔會覺得薄聲啊。佢重現出低頻嗰個亮感咧係非常充足㗎。咁啊，低頻嗰個瞬變反應咧快到好似閃電咁樣啊。咁啊，收放自如。咁啊，播呢個流行音樂或者係搖滾樂咧，大鼓或者電 bass 咧一陣一陣咧向地面潛落去，嗰個速度係極快，又有衝擊力，乾淨利落，完全咧都冇多餘嘅肥厚嘅拖尾啊。全頻銜接得咧天衣無縫啊！最後呢對喇叭適合邊類嘅玩家呢？我覺得適合咧空間有限，但係對音質咧絕無妥協嘅 high end 嘅發燒友啊！咁喜歡呢個大音場，聲音夠通透，有活力感，而且有大動態表現。如果你係呢一類嘅發燒咧，就快啲度下位，睇下放唔放得落啦。咁啊，主要有啲咩缺點啦？我覺得成也外觀，敗也外觀啊！雖然我覺得咧，G3CU 咧好似呢個藝術品嘅外觀啊，咁啊加上個大膽配色，真係好靚啊！不過咧要放喺屋企咧，可能咧都要花大筆錢去裝修啊！如果間屋嘅裝修咧襯唔起咧，就嘥咗對喇叭。咁啊，另外啦，一個唔知係咪缺點啊？咁呢對喇叭咧都好反映到咧配搭器材嘅質素啊！如果你嘅擴音機信源嘅質素唔夠班咧，聲音咧就會變得粗糙，咁咧就唔好賴對喇叭。好啦，今次關於個 Vivid Audio Gaia G3CU 咧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咁啊，大家可以對呢個魔人布歐表下態啦。咁如果喜歡佢個樣咧，就俾個心心嘅 emoji；如果唔 like 咧，就俾個哈哈笑嘅 emoji。咁啊，最後啦，記得分享、訂閱、按讚 HiFi 發燒台。當然咧，亦都非常咧歡迎大家撳個 Super Fan 請我飲杯咖啡，支持我哋呢個頻道，繼續咧發掘多啲，揾多啲咧更加好嘅器材咧同大家分享。咁下條片見啦！